新闻头家先来关心着，这几日拢咧落黄霜雨。昨暗9点外，伫苏花公路第9线崇德路段就发生土石流，有10多台车拢掉伫咧崇德磅坑内底。好佳在经过公路局抢修，昨暗10点半左右就已经随拍通啊，嘛无造成伤亡意外。10几台车停伫咧崇德磅坑内面等，也有民众规去抱囡仔落车去头前看卖咧。因为落大雨，苏花公路第9线崇德路段163到164.4公里，有2个路段曾发生崩山，土石流下来了，砍喺路边，车无法度过，拢停喺等。因为它土石流下来之后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最浅的地方大概有30几公分，然后最高的就有1.5米左右的高度。就拍完照之后，我就赶快退回到崇德隧道里面。大量的土水下来了，砍喺点仔角路，真侪经过车4大灯起喇叭，提醒头前有状况。好佳在无造成更加大意外。警方先伫148.8K 中正磅坑北段口封路，袂互落来的车过。公路局是派人来修，暗时10点半车已经会当过。因为在04、03强震以后，包含最近的一些不断的余震除了一些余震以外，沿线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，再加上我们有一些短时的一些大雨它会有一些侵蚀。伫矿石矿山发电强烈地动了，当地已经出现要加1500片大大细细地动尾。苏花公路这么土石拢松松拍拍，再加上落雨，正容易出现土石流，和车无法度过。公路局就希望民众伫咧强降雨期间，尽量莫行山区的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